接下來今日客家一幫內的報道，為帶大家來看的是台灣漫畫到客家漫畫。民國55年教育部頒布編印連環圖畫斧頭判法，初期含有4000人冊漫畫送審，不過因為審查的停嚴條例，到59年的時間，送審漫畫能存到200人冊。韓國民國68年的時間，教育部答應本日本漫畫來出版咯，有這個壓縮的台灣漫畫市場。也多年來，像朱德庸、蔡志忠，喺度台灣幾好嘅漫畫家，連連沙沙本對岸情緒嘅，也使至到台灣漫畫市場面臨很多困難嘅挑戰。就算係呢，幾多台灣客家些漫畫家，還係幾10萬嘅來付出，同時睇娛樂以外，還有各層嘅教育意義。當有名嘅客家歌手羅大佑創作為各位童年也團歌詞，講出50年團嘅聲音呢，連地上課嘅時節，每啲繼續漫畫地度嘅人物祖國西郎。第四里圖書館漫畫館所創嘅眾多50年團眾多漫畫家嘅作品，其中包含嘅當有名嘅劉興慶，還有亞芬家嘅作品。亞芬家先生嘅作品，當數嘅時節聲音嘅分享，佢代表作就係亞嘅。祖國西郎亞嘅故事就變作為佢當時聲音嘅新冠頭度嘅漫畫英雄人物。出單行本啊，仲係單行本前幼教呢，剛是台表演不是，剛是愛漢讀書，葉宏甲，諸葛四郎哦，當風哦。民國50年代係台灣漫畫發展嘅時節。唔過，佢當時政府認為漫畫會影響聲音嘅學習，故所喺1966年正式頒布編印連環漫畫斧頭判法，當到台灣漫畫係因為冇通過審查，冇辦法出版。韓國1979年國立編譯館韓國係大量本日本漫畫出版，直至到一度台灣精英漫畫家對台灣漫畫發談同失望。240年啊！台灣人發當然水準冇日本人好啊，唔通過啊，唔過廿曬，奸商啊，出漫畫嘅出日本漫畫嘅，是就日本啊，大國台灣是找嘅人啊，你啊我就想講你嗰啲編譯館係教育部嘅審查前就唔會考通過，冇想到全部通過啊！雖然佢當時漫畫環境都唔好，劉興慶還係從初為代表客家嘅漫畫人物太叔婆，也嘅作品還改編做童話。還有清掉沙拉呀，美國反面的事情啊，又馬沙地啊，係生又開，又係生又爛啊。主題由漫畫角色寫出名，為太叔婆也調研，結束前發行各種科學現象，還全場用漢語配音。本身因係好善嘅知識，美好語言。但是我係客家人嘛，翻譯到5種，我哋客家話是台灣有5種嘛，自然、配料、小案、藥品，漢語會按嘛？菜譜，嗱，按樣人發音嗬，當好一唱個講青島樣啲，你客家文化非同小可嗬。這個品牌。我覺得有機會繼續，因為他對就是年長的人，他是有一個懷念的情感在。可是怎麼再延續到後面的生命力，這個就是目前要思考的。太叔婆唔但將變做新中女版上片嘅표裝，未變做客人嘅代表。劉興慶希望透過各種方式延續漫畫人物太叔婆嘅生命力，同時未拖攤台灣嘅環境，冇辦法留到漫畫人才。現時韓國有眾多當好嘅漫畫家，本中國工業嘅上氣到對岸發展。朱德庸啦，係嘛敖幼祥啦，全球體育重金聘進過去咧啦。台灣嘅好嘅人才冇留下。呢種文創嘅東西啊，
50嘛该自研啊，是人才。漫画家都是所谓的单打独斗、独行侠，因为他没有能力去支撑养助手的这一个费用，也就是这样的关系，所以整个漫画会让他感觉起来很弱。台湾漫画市场已经二变四野，客家漫画家总憧憬混种客家漫画市场。去年客家推出6隊風雲村，用漫畫方式來講6隊歷史，然後6隊客家重用功，唔驚見性，看為家人嘅應用世界發出來，希望大幫人嚟發展台灣客家漫畫市場。全部做台灣人上去存錢嘅嗰個村咧，嚇輪唔出嚟輪唔到人哋啊，平常情況。嗰時嚟講係先這一個人工無行嘅路，做客家嘅一個部分。因為今年啊無講嘗試啦，係咪啊？呼籲大家人做嚟嚟做，因為一個市場很貴大啦，很有機會成功。台灣漫畫發展多困難，唔過也條漫畫家像係劉興勤、總聰賢一次冇標題百比，見上網打兵。面對國外上亞通化文化嘅熱情，無力嘅台灣漫畫界無天數做啲改變策略，透過快樂學習嘅方式，同教育單位相互配合，來發展台灣漫畫。本行卡多位漫畫家做啲教育嘅兩邊，行出自家嘅天下。客新聞潘勝鳳、范啟雄、王子涵綜合報道。